所听的兄弟姊妹啊，我愿你万事会行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这是要来吟诗来侮辱上帝。新圣诗第200首，旧圣诗是第5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游玩起来。这时，咱们要用新的界面来做阮信仰的告别。来，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像是讲，你着听出家己。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安尼三听，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发声。请坐。这是咱来要来启应，启应文第64篇，雅各书第1章。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体体当时应去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咧听，唔通急咧讲，唔通急咧受气。请坐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要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唔通骗家己讲，干那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都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才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
因为又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在欺骗家己，即个人会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白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这是咱的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里。阮所食的物，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阿门。这是要来请社青团契，因要学录的诗歌是《宝贵时价》。为我的生。
这时，咱来要讲授上帝的话。圣经新约约翰三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最长老的批寄予所听的解由，就是我伫真理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永定。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因为有兄弟来干净你所存的真理，亲像你伫真理底行，我就真欢喜。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底行，我的欢喜无较大迄个。今仔的讲道的题目是伫真理中斗阵，那会请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请容阮我将这个口罩给戴起来，哈。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这2、3礼拜当中，咱新眼光的读经进度是来到伫约翰1、2、3书。大家是毋是有伫这个进度斗阵内底读咧？有哈，感谢主。哈，约翰1、2、3书的作者是什么人咧？虽然伫这个批信的当中，并无写伊的名。总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使徒约翰就是这个约翰1、2、3书的作者。所以伫这个所在，牧师大声来介绍这个约翰伊的背景。这位约翰，伊是主耶稣12个使徒之一。约翰这个名是一个真普通，常常听见，也是真侪人真爱号的名，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仁慈的。来，咱大家讲一解，耶和华是仁慈的。好，约翰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仁慈的。伊的老爸是西比泰。老母叫做撒罗米，这个撒罗米甲主耶稣伊的老母是有亲情的关系。因兜开鱼仔公司，经济算袂歹，迄阵的公司啦，经济算袂歹所以咧，定定会赞助耶稣伫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所需要一寡经费。当主耶稣来到吉尼撒勒河，就是加利利河边伫遐讲道的时阵，咱会记得伫个马列路加福音第5章第6甲11节，伫遮来讲出迄暝西门彼得甲伊的遮的逐个伫个海边拢讨无半只鱼，到天光的时。主耶稣来到迄个所在，伫遐讲道煞了后，甲西门彼得讲，去迄边遐拍鱼。因呢，圣经安尼记载，因就落网，就靠着济的鱼，甚至迄个网险要破，就招呼另外一只船的同伴来斗相共，因来甲迄个这个鱼仔。底满2只船，甚至船得要停落去。所以伫迄个时，西门彼得惊一个，知影讲伫伊的这个面前，这毋是普通人，伊就趴落伫耶稣的面前讲：主啊，离开我是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圣经甲咱讲伊甲一切
三甲斗阵的人拢真戆影这个网所拍着鱼，遐尼济的鱼，而且讲着伊的 partner， 伊的 partner 西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是安尼，所以耶稣伫迄个时甲西门讲，毋免惊，对答你要得着人，所以因圣经讲，因就将两只船靠岸放落所有的来军队耶稣伫个即个信仰的当中，主耶稣一解掠着三个青年人的心，就是彼得、西门彼得、雅各甲即个约翰，因就安尼放落因的所有来军队耶稣，并且真做主耶稣传福音的事工当中非常重要，会讲上界重要三个核心同工，上中心的这个上中界的中心的核心的同工。这个年轻时代的这个约翰伊的个性非常的火烈刚烈迄种型伊的火气真大甲伊的哥哥雅各两个人有迄个办起你就是雷仔囝哪敢若雷共款雷囝的即个称呼，伊咧捌禁止别人讲你若无来军队耶稣，你袂使奉主耶稣的名赶鬼。伊嘛捌要求讲主耶稣咱来到即个撒玛利亚的村的即个庄头，遐个人无要接待耶稣，就甲耶稣讲请耶稣吩咐火对天降落，甲迄规个村迄个庄内底的人拢总甲伊浇灭。哇！人无要接待伊，伊就讲火降落来，甲因拢浇灭啦你看即种足兽性足迄个暴躁的即个个性，主耶稣当场就甲伊责备讲恁的心怎样，恁毋知恁主来毋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咧，即个约翰甲因哥哥即两个人一开始伊的是个性哇足强的脾气真大真容易生气真容易安尼要抢要做头即款的所以圣经内底嘛有讲着讲约翰就是雅各甲约翰的老母去求耶稣讲，主耶稣你的国家临到的时阵，互我的囝一个坐你的正面，一个坐你的倒面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性，就是这个型总是咧伫咧军队主耶稣3年久的时间，伊的心性渐渐互主的疼来蒙着到伊看见迄个受定伫十字架的主耶稣，伫个遭受着遐尼大的艰苦的时阵，也搁咧为着罪人伫遮来祈祷。迄个时约翰的心互主的疼蒙着，伊的心就非常的艰苦伊伫个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完全翻转伊的生命。伫个使徒行传的当中，咱伫遮看见这个约翰变成这些没有声音的人，无声音的人，伊伫遮真安静、真谦卑来配合这个西门彼得伫遐来做工伊拢点点来咧做工无安尼西门彼得讲啥，伊就缀伊来咧行。伊的个性伫遮来反转，无搁再是雷仔囝的个性，乃是一个会当来活出主耶稣疼的生命的这个温度。这个约翰伊是主耶稣上界亲近的3个门徒中间的一个，佮互人称伊做是主所疼的学生。伫个最后的晚餐的时阵，伊坐伫主耶稣的边仔，当主耶稣讲着讲恁中间
有一个人要来卖我的时阵，咱看见这个图内底所画，这个约翰就靠伫个主耶稣伊的怀中，有的是讲靠伫个伊的怀中遮吼，伫遮来问讲：主啊，是什么人？是什么人要卖你咧？可见这个约翰对主耶稣伊是非常的关心。虽然这个约翰伊嘛是有软正有软弱的事，就是人拢是有伊软正，有伊无够野的所在，有伊需要成长的空间。当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咧祈祷的时阵，带这3个上重要的学生伫遐斗阵，希望应该伊同齐来祈祷，因为伊要来定十字架啊，伊需要有遮的同伴来为伊祈祷，来帮助伊，来扶持伊。总是咱知影，这3个门徒拢困去啊，伤忝困去啊。当主耶稣被掠的时阵，这个约翰哇，衫脱起来，走啊，走哪飞，逃走，总是咧，当主耶稣伊被带到祭司阿那的面前的时阵，这个咱知影人有时会冲动，有时做什么代志，有时讲什么话来得失人来安尼无拄好的所在，总是伊嘛会反转来想讲我袂使安尼做。所以伫即个时这个约翰伊个安怎来对耶稣因为伊明白即个大祭司，所以伊就进入到即个大祭司的迄个伊的院子里面。这记载伫约翰福音18章15节。了后，即个约翰伊就一路跟对耶稣，一直到看见主耶稣被钉伫个十字架顶，伊拢一路来跟对。所以咱看见讲，即个约翰伊的忠心，伊到尾拢尽忠跟对主耶稣。这个忠心，伊的真忠的心，互这个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将伊的老母玛利亚真放心交托互伊。所以咱会记哩伫个这个约翰福音19章26甲27节，十字架顶的耶稣，就是伊遮讲对伊的老母讲母亲。看你的囝，然后甲迄个门徒讲：看你的老母，看你的老母。对迄个时，这个约翰伊就代替主耶稣来照顾玛利亚。当这个耶路撒冷拄着大困迫的时阵，这个约翰带着玛利亚来到。小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伊伫土耳其迄个所在传福音，并且来牧养教会。伫个罗马皇帝多米田统治的时阵，严厉来困迫基督徒。当时已经95岁的老约翰95岁，伊因为唔愿意公开来宣认讲。罗马皇帝凯撒是主，结果去互关伫个荒凉的拔摩岛上。后礼拜牧师会讲到启示录，会搁甲即个地图搁放出来，互大家看。伫个拔摩岛上，即个90几岁的老约翰写出非常宝贵的启示录。这后礼拜会过来讲，传说这个后来，这个约翰，差不多被关1年外的时间，迄个皇帝就过身啊，伊就对这个拔摩岛被放放来，伊就一直甲玛利亚，住伫个以弗所附近
有一个叫做塞尔丘克，这个所在伫咧传统上认为，这个使徒约翰，伊就是伫咧这个所在来写约翰1、2、3书，并且后来死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牧师有去参观过，有看有讲这个所在有一个就是这个约翰的梦约翰的梦所以这个讲到使徒约翰伫咧这个克滚伊弗所附近这个塞尔丘克这个半山顶底下写约翰1、2、3书，时间大约是主后98年到100年左右，这个时间，并且伊常常汉尼老的一个使徒，伊伫迄个所在，游玩继续伫遮来为着遮的世间人伫遮来祈祷，所以牧师嘛要邀请咱年老的兄弟姊妹，咱着爱啥举起你的手，为着你的囝儿逝世，为着你的遮的孙，为着你所听的人来祈祷。咱的嘴是要用来祈祷，尤其是咱年老的时阵，搁爱常常为着你所关心的，无管什么代志，拢为着因来祈祷。这个下面这个地图，这是塞尔丘克，伫咧第6世纪，主后第6世纪的时阵，有一个罗马皇帝替伫遮来起造一座圣约翰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这个是模拟讲当时的图，当时起是遮尔大间，顶悬迄个就是废墟，牧师去到土耳其看到的就是这个废墟，这是第6世纪时代，传说这个约翰的埋葬伫迄个所在。约翰1、2、3书，伊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伫遮牧师小可来介绍。当时伫教会当中，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主义开始伫遮来形成，真侪基督徒伊嘛受到迷惑。诺斯底主义伊最主要伫遮讲融合两个合做伙，保持希腊犹太的宗教甲哲学，宗教与哲学，融合了波斯、希腊、犹太的宗教与哲学。伫遮强调是强调光明甲黑暗，善甲恶，二元论。伊伫遮认为人会得救，毋是凭靠信心，你信心偌济偌大拢无路用，你爱有智慧，神秘的智慧，对上帝来遐的神秘的智慧。所以因真强调讲，恁爱有财物，爱有智慧。然后伊就遮认为耶稣是人，毋是神。有来讲这个基督就是这个神伫耶稣定时的过时就离开所以咧，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上帝。这是诺斯底主义大概的其实伊也阁有一寡有兴趣的人会用去网络去看。伫咧约翰1书的当中，这个使徒约翰伊伫遮来见证。伫咧约翰1书，咱有读过，咱会记哩。伊伫遮讲着讲，这个伊是亲目睭看过，亲手摸着的迄个耶稣，伊是人也是上帝，伊有人性，伊有伊人的喜怒哀乐。所以耶稣伊嘛会软只，会嘛巴肚枵，伊嘛会哭。咱会记哩圣经一句上界底，耶稣哭了，为了伊的朋友
掠杀戮的过程，伊伫遮来思考。耶稣嘛会巴肚枵，耶稣嘛会困爱困，伤过忝。所以伊有人的即个喜怒哀乐，伊嘛明白人性有伊的软弱，有伊的软弱。一个人子耶稣，伊嘛带着上帝的关联甲权柄，互青年会看见，摆骹会行路，下狗会讲话，生胎哥会得到医治，死人有个活。伊是真真正正的人，伊嘛是真真正正的上帝。所以这就是诺斯底注意否认耶稣是道成肉体讲耶稣不过是一个人尔，总是咧使徒约翰见证耶稣是真真正正的人，无人的软弱，伊嘛有上帝的权柄，伊有赦免人的这个权柄，所以伫遮来见证约翰1、2、3书伫遮头先讲一书约翰一书。写批的这个目的，就是来见证主耶稣，伊是听的上帝，道成肉体，为着担当世间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打败罪甲死的权势，伊第3天有对死来个活。所以咱圣经讲，主耶稣若无有死个活，咱所信的就是空空，咱有缘伫个即个死亡的惊吓中，总是因为主耶稣有对死来个活，伊就带互人有永生的活泼的望。来大家爱注意听因为这嘛是真重要。所以伊伫遮来讲着。所有的人，你若是既然要信耶稣的人，你拢会当凭着靠耶稣、信耶稣这个信心来得到救、得到永生，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这个是约翰一书写作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敌基督、敌基督假教师否认这个真理。所以约翰伫遮来指出，遐个人哪亲像行伫黑暗中，所以咱爱伫遮爱注意。然后咱伫遮看到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写作的目的是伫遮，伊是写互一个姊妹，伫遮来指出查某人、妇人人。有疼心，总是嘛爱有真理，嘛爱有真理。真侪妇人人有疼心，心真柔软，总是无真理，就真容易受到欺骗，受到欺骗。所以咱伫遮，伊伫遮甲咱讲着讲，你敢若有疼心，有疼心，毋过你无迄个真理的时阵，会介危险，恐惊你。用疼心去接待的是迷惑人的敌基督，敌基督。所以伫个约翰二书第7章伫遮讲，因为这个世上有济济迷惑的出来，因无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体，这是迄个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伫遮老约翰。爱伫遮来警告遮个姊妹，姊妹恁真有疼心，真好。毋过恁爱小心，毋通你的疼心互人利用，因为你若是无迄个真理，无迄个人脉来辨认辨识你的疼心真容易去互人利用去。结果咧，伫个敌基督、敌基督的。歹的行为等于有份，有份所以伫遮来指出，妇人人咱有疼心非常好，总是你爱有真理。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约翰3书，
约翰第三书哦，这个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个叫做该犹的兄弟。该犹这个该犹的兄弟，伫遮来指出讲啥？讲查甫人你有真理，男生比较理智，话拢爱安尼查验清楚。嘿，你真理性，真有真理。总是你爱有疼心，卖心安尼变做公硬起来，唔通安尼，所以伫遮来讲唔通单单讲我有真理就好什么代志都安尼安尼会变做律法主义，你欠少这个疼心，接待的行为，因为当时伫个迄个所在无啥物旅馆啦。今仔有所谓的驿站，毋过驿站这我牧师伫个土耳其的文章内底有写，恁有兴趣去看我无要搁讲，所以当时若是讲有这个咱即马有讲流浪教师，以前有叫做所谓的流浪传道师。传道者去这个所在传福音，去这个传福音，去这个所在传福音，去倒位传福音的时阵有时检查经济无用稳，有时就是嘛无所在通住，所以伫教会内底都有热心的兄弟姊妹来接待这个传道者，来到教会伫遮来食，提供伊来带来食所以这个该由这个兄弟伊是一个真爱接待人，很爱接待人，所以伊伫遮这个约翰三书伫遮来学了这个该由，伊是一个有真理嘛，真有疼心的这个兄弟，真爱接待这个人客。约翰1、2、3书拢真对，拢真对。尤其是约翰三书，是咱规本圣经的当中66卷圣经的当中上界底的一卷，上界底的一卷总是这个3卷的这个书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强调疼上帝的疼上帝，兄弟姊妹之间的疼兄弟姊妹，因为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是主耶稣上界疼的门徒，所以伊跟对耶稣很久长的时间，伊嘛明白主耶稣的疼，伊知耶稣就是上帝疼的伫咱世间的实践，所以无论是约翰福音书，也是约翰1、2、3书，拢让人伫遮来启示，上帝就是疼这个真理。兄弟姊妹，疼简单吗？讲真简单，做非常的无简单。所以咱若咪回应的时间时光讲着讲啥？阮决意要三疼，你爱下定决心要来原谅迄个得罪你的人，你爱下定决心，用迄个意志力要来实践这个疼。伫个家庭的中间嘛是同款，伫甲教会兄弟姊妹嘛是同款，喙齿甲这个喙齿甲舌，难免嘛拢会加做伙的时，人拢有伊的软弱软弱，要安怎样学习主耶稣？用疼来包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总是嘛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功课。咱一生对少年到老，拢爱来学习，拢爱来学习。约翰三书是这个对巴摩岛转来的这个老约翰写批予伊所亲爱兄弟该犹。伫个这个新约圣经内底有几个所在来提到该犹这个名譬如讲使徒行传19章20节19章29节也是20章第4节，罗马书16章23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14节，约翰三书，就是这第1节，拢来提到这个解忧这个名。所以这个解忧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不是这个圣经内底所提到这是同一个人呢？牧师伫这来思考，牧师个人认为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19章内底咧讲的这个解忧，伊甲迄个使徒保罗伫个以弗所这个所在相拄，伫遐认识的在以弗所。罗马书甲哥林多前书，罗马书16章23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这两张批拢是保罗带伫个以弗所这个所在所写的。这个老约翰，这个是当时嘛是带伫个以弗所这个所在，可见这个解忧，伊就是带伫个以弗所。并且圣经内底所讲的这几个解忧，伊的共同点就是伊真热心欢喜来接待人客。咱若去过去查考圣经就知影，伊是无论是保罗还是这个约翰，拢学了伊是一个真有疼心、热心接待人客的人。所以牧师认为讲这几个应该是同一人。老约翰为什么会写批予这个解忧呢？第一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个教会的内底有一个叫做丢特腓，咱若读的时阵就知影，这个人伊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这个人伫个教会内底有真大的权柄，这个人咧，伊安尼对这个真理真坚持，所以伊就真安尼哇，这就安尼察验秋毫，毋若拒绝使徒的批信，伊嘛毋肯来接待旅游传道的传道者，所以。若是有人要来接待的时阵，伊嘛禁止呢，你袂使，并且就搁讲，你若是安尼做的时，要甲你赶出教会。当时各位你会记得，咱后礼拜要读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写批予以弗所教会，来伫遮讲到以弗所的教会有真理，毋过伊失落啥物？起初会疼心。所以当时这个有这种这个领袖丢特腓伫个迄个所在，所以伫遮有可能因为这个解忧伊欢喜来接待遮的兄弟，结果遭受到攻击。兄弟姊妹，你若想看卖，你若是安尼足疼心来去款待人，结果别人来甲你攻击你这就是假的啦，你就想要安怎？你的心是毋是会感觉足艰苦心？所以解忧嘛是同款，真热心来接待人客，结果互人攻击，佫是教会领袖来甲伊攻击，并且被恐吓，要甲你赶出教会。所以这个老约翰，伊就写这张批来安慰解忧。伊是会晓按真理来行的人，伊是忠心听主的人，免得伊继续就爱行好，并且来责备这个丢特腓，这个安尼是毋对的，安尼是毋对。并且伫个批信当中，佮举出一个行好做好的叫做迪米丢。这个人嘛是真好，来做见证，甲伊讲，意思甲你讲，你做好事毋是孤单的，抑阁有一个人，伊嘛是真爱做好代志，所以伫遮用这个批来甲鼓励。
这么咱就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伫遮讲最长老的写配互亲爱的解由，就是我心心所听。亲爱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躯臃肿，那亲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兄弟来证明你的心内底存着啥有真理，亲像你照真理来行，我就欢喜。我听起我的儿女会当照真理来行，我的欢喜无比这个较大。这场花虽然是真短，总是伊的内涵真丰富，尤其是第二节。第二节我用白话语搁读一解。第二节伊伫遮讲，伫遮讲，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永驻，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这句经文真侪人真爱来引用，牧师嘛真爱来用这个经文，伫遮来祝福。伫遮讲咱所亲爱兄弟姊妹啊，咱所亲爱兄弟姊妹啊，我愿你万事拢会亨通，我万毋望你身躯健康永驻，那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伫遮总是当咱来理解这节圣经，才是爱小心，因咱毋通见停留伫个顶半段，就是凡事亨通，身躯健康永驻，较袂记哩忘记了。搁有下半段，就是啥？灵魂亨通，灵魂亨通，因为真正重要的是灵魂亨通。只有灵魂亨通的人，伊才有法度，因为敬畏上帝来活出真实的听。安尼，这款的人活出真实的听，才会堪得凡事拢总亨通。牧师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想要爱来得到这个凡事亨通，身躯拢健康永驻这款的祝福。有人无爱无？举手我看卖。相信大家拢要爱，拢要爱凡事亨通。当然，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嘛是欢喜要将这个好的祝福，百般所有好的祝福来祝福伊的儿女，逐项凡事拢亨通，工作顺利，生活嘛顺利，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互咱家清用拢无欠缺，有这个财富自由，健康加薪水，买厝真顶顶心肝，顶顶上帝欢喜要将这个物质的祝福赏赐予咱，总是毋通袂记哩。牧师定定咧提醒咱兄弟姊妹，上帝祝福的原则，这你爱真注意。咱的上帝要祝福人的原则，就是属灵的祝福伫大先，属物质的祝福伫个后面。属灵的祝福就是拍开，张开你的帐幕，互你的地杯用地较济的祝福。你的属灵的这个若无拍开的时阵，属物质的祝福你留袂掉，留袂掉。这个老约翰，伊会伫遮来祝福解由，凡事亨通，佮身躯健康永驻。咱是因为解由这个人。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是敬畏上帝，并且活出照着真理来活的人，所以伊已经有这个属灵的祝福真丰盛。老约翰毋望伊物质的祝福嘛丰盛。兄弟姊妹，咱一个人，伊的心灵如果无健康，心思意念偏差，安尼伊真容易会生出贪婪的心、骄傲、嫉妒，也是自卑这种错误的心态。伊所表现出来，就是毋知影要感恩。上帝予伊真侪恩典，伊拢无感觉，
游玩定定咧埋怨，哎哟，我囡仔我不好啊，安尼我安怎吼？我有够可怜啊吼，安尼。所以上帝已经祝福伊真济，总是伊的内底若是丧向，伊就会感觉袂满足，感觉家己真善食哦，感觉家己真可怜。所以咱来想看觅，一个心灵无健康的人，如果伊若是有钱阁有势，阁足长岁寿的，迄是偌尼可怕的代志。咱譬如咱知影，伫个历史上，毋那是中国，世界历史上拢共款，有一寡暴君暴君，因利用权势，伫遮来做济危害百姓的代志。所以，若是伫上帝眼中，看做是一个，你的灵魂是兴盛，你的灵是兴盛，安尼，你若是搁得到财富甲健康的祝福，咱就会当真做主耶稣的手甲主耶稣的骹，为了主耶稣去做济美好的代志。善者人，咱会当去关心，会当去帮助。有需要的、伤心的人，咱会当去甲安慰，做济好事来荣耀上帝。譬如讲，咱最近较打过身这个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伊伫遮来得到全世界的敬重，伊当会寿嘛带互这个英国一段真非常安定的这个这个时间。毕竟你要做好代志，你想要帮助人，你嘛需要有苦，是无？无钱啊，敢若有这个心，嘛是感觉真难要。咱爱有钱，阁有迄个疼心，有疼心嘛爱有钱，咱才来帮助人，嘛爱有健康的身躯啊。若是早的过身吗？咱拢感觉足遗憾的。所以咧，伫遮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欢喜要祝福咱物质有丰盛，要祝福咱凡事亨通，互你的身躯健康。因为上帝要来使用咱，伊要通过咱这个人来成做别人的祝福。来甲隔壁讲。上帝要通过你，成做别人的祝福。上帝要通过你，成做别人的祝福。咱爱会记哩。上帝要通过你，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当咱在追求物质的丰盛的时阵，一定爱会记哩。你爱先来追求属灵的丰盛。安尼属灵的丰盛，要怎样来得到呢？伫遮无需简单伫遮来讲，首先咱爱伫遮相信，相信啥？你爱伫遮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为着听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为着咱的罪来定死的价，听无比这个更较大个。来，大家斗阵来讲一下，听无比这个更较大个。所以咱伫遮，你的心思意念，咱爱活伫上帝的听的内底。检查伫过去，你有遭受到济人对你的歹款待，互你的感觉讲内心真艰苦。总是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爱相信上帝听你稳定教育你用。咱是活伫上帝的听的当中。伫上帝眼光，你是极其宝贝，你是值得互人听。甲隔壁讲，你是值得互人听，所以你是无孤单。上帝听不离不弃，拢甲你三角伫地。这款的信念非常的重要。咱爱安安会记哩，咱是上帝所听的宝贝仔囝、心肝囝。所以，无管外面的环境，你有时会拄着病痛，有时跋倒，有时软弱，有时软弱，总是上帝听，有缘甲你三角伫地。咱这是头一个一定爱会记哩。
第二个就是咱的心思意念爱安怎仰望耶稣，亲像这个向日葵，伊是仰望啥？仰望太阳。你爱仰望咱的主耶稣，所以当咱得到救的时阵，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的这个救主的时，咱的灵就得救。灵顶头生，顶头生就爱安怎渐渐来变化，渐渐来变化。所以亲像老约翰一样，老约翰以前伊的个性是啥？火爆脾气，雷仔囝，雷公仔囝，总是伊伫遮来改变，渐渐改变，成做一个真爱讲听的人，真爱讲听。有即种的传说讲，老约翰住伫以弗所，伊安尼到老甲喙齿拢安尼落去啊，讲话喉干袂清楚，犹原定定咧讲啊。细囝恁着爱彼此相听，细囝恁着爱彼此相听。所以伫个咱的心思意念，拢爱伫遮来转变。亲像即个保罗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所讲的，既若是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有水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值得学乐。这个代志，恁拢爱来思想，爱定定想的是积极的、正面的、好的面，莫去想遐的有的无的，也是定定咧想人讲我什么歹话，隔壁的人安怎歹款待，你定定想安尼，心就会艰苦。咱着爱心思良善，行为就良善。咱的心思意念若良善，上帝会祝福你。绝对祝福你，唔通感觉家己足吃亏的，要上帝互你的比人互你的搁较济。第三，咱着爱记的，着爱甘愿为家己的实力价来对耶稣。兄弟姊妹，咱伫世间度活，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实力价啦。你有你的重担，伊有伊的重担。每一个人的拢无共款，伫遮咱注意来听哦，安静咱的心，注意伫遮来听。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实力价，迄是你的使命，嘛是你的责任，无人有法度替你担当，因为伊毋是耶稣。你若毋甘愿这个实力价，你会歹甲真辛苦。总是你若甘愿。主耶稣就有更较济的稳定互你，实力价偌大机，稳定就有偌济。咱就来挖靠耶稣的听甲稳定，你就会产生信心甲勇气。咱伫遮看到讲，当咱甘愿背实力价的时，迄个实力价到尾要成做你生命中上界大的祝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啥？现今所存的有信心，有望，搁有听。这三项其中上界大的是听。兄弟姊妹，人甲环境拢会互咱失望。你有时就是你上界好的朋友，嘛有可能来背叛你。你上界亲的人，嘛有可能伫后壁咧讲你的卡食话。人甲环境，咱拢会互，有时会互咱真失望。总是你爱相信什么？上帝在掌管。你爱愿意，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来掌管。安尼，咱就会有信，有望，有听心。咱的灵魂嘛会勇壮起来。灵魂勇壮，就法度照上帝的心意活出一有真理的听心。我苏哥讲一解，灵魂勇壮的人，就法度照上帝的心意活出有真理的听心。这个老约翰俄勒该有讲：有兄弟来，
迄个毋是伊家由家己讲，我足有疼心的，毋是，是有兄弟来别人，别人来学了讲啥？讲你心内底毋若遵真理，并且你个照着真理来行。老约翰讲，我就真欢喜，我听见我的囝儿你真理得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一个。牧师嘛，常常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有真理嘛有疼心，有疼心嘛有真理。你若定定按照真理来行，我牧师嘛是感觉我的喜乐无比这个较大。一个按照真理来行，甲心存真理，就是活伫个真理内底的人，必定欢喜要来做上帝托付伊的各样美善的事工。有真理嘛，就爱有疼心。这款的人必定伫上帝眼中，伊是有福气的，上帝所要祝福的。该有的生命是有真理嘛有疼心，这互老约翰非常欢喜。兄弟姊妹，老约翰活到90几岁，已经差不多当阵100岁啊，总是伊思思念念的，就是恁爱有疼心，爱有真理，因为伊知影，只有疼，才会当互咱伫世间活得丰盛，各有意义，各有价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结尾来讲，主耶稣伫遮讲，恁着爱灵巧亲像蛇，嘛爱顺良亲像精仔，怎样伫个真理甲疼心的当中取得平衡，这是一个真恶得难得的智慧，很难啦，很难。求上帝帮助咱，还是该由追求属灵的丰盛，有敬畏上帝的心，照真理来行，欢喜用上帝所授予予你的各样的恩赐来伫遮服侍众人。上帝相信，上帝必定加倍祝福伫咱甲咱的家庭。满心感谢主，咱即时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主，你是丰盛的上帝，欢喜祝福的上帝。求主帮助阮，互阮伫个灵魂永壮健康，也会当有即个主你属物质的祝福，各样的恩典伫阮心中，互阮会当正做主耶稣的手，主耶稣的脚，来做主耶稣爱阮所做的逐项好的代志。求主教阮三甲地地，祈祷感恩，奉主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新圣诗521首，旧圣诗是317首。你若欠愧真失望，请回众起哩，因转首。真希望，我就亲爱
求圣神来帮助。你若祈祷心要灵，我要欢喜你热情，求主看了就欢喜，下面真是叹道理，让我一沙听。让我一沙听，让我一沙听，求圣神来帮助。沙听你我着勉励，就会灵光归天飞，求主看了就欢喜，下面真是叹道理，让我一沙听，让我一沙听，让我一沙听，求圣神来帮助。好，请坐。这时咱来要来奉献，请本州的技术来带阮奉献。请会众起立。是阮主满心的感谢，搁一摆来到你宣布座前，来领受听堂地的话语，也感谢主所带领保守陪伴伫阮每一个人所需要一切。那这个是做一摆献上阮淡薄的金钱，求主圣化，也保守坚固伫阮每一个时刻内面，拢有愿会当来领受主你对天顶来的恩典甲帮助。也搁一摆用谦卑顺服心志来面对你，也主你的听堂。搁一摆保守陪伴，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圣尊来恳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先读今仔的经句，咱做伙来读。所听的兄弟姊妹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约翰3书20。好，搁一摆，来，所听的兄弟姊妹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约翰3书20。好，来，这时我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头一点，邀请全体的兄弟姊妹伫礼拜前来做伙来
礼拜心来祈祷。啊，若是你若是要去查圣经来查资料，会使用手机啊。啊，这3天的国庆的假期，求上帝来保守兄弟姊妹，出入拢平安。礼拜后有第2堂国语的礼拜，请何塞逐工留来继续何塞。曾牧师今仔受中会差派去埔墘教会来讲道，请代祷。财务组报告，请教会还佫团契会计，紧甲将这9个月的迄会计的迄小整理的好势，交互查校委员李怡君姐还佫曾心怡姐来检查。小会报告，教会定于23号迄个主日要颁发有写新安公的圣经的填充题的鼓励奖，啊有写的兄弟，甲迄写好的圣经的填充定做1份交出来，啊至少爱10张，来方便统计人数。第2点，奖学金委员报告，即届有通过迄申请的迄学生有大专生庄雅英、赖俊杰、赵怡珍，高中生是李承恩，国中生是巴子雷，啊煞都是国小有赖瑞哲、李欣、巴以诺、赖瑞宇、苏子腾、李敏恩、巴汉恩、陈淑宇、陈宇安，拄则念的遮的迄学生，请伫后主日的16号来领奖，啊请因爱出现来领奖。第3点，12号的拜三早时10点，伫教会有新安公的查经班，欢迎参加。第4点，16号后主日就是本会所定的主日屋关怀主日，请大家为着主日屋的事工关心、代祷，佫奉献。迄天就是要颁发奖学金，请拄则有念到迄学生，爱出现。下晡1点，伫教会3楼有举办直播的事工的迄讨论，请直播的同工第一参加，来邀请兄弟来参加，要参加的请送圣长老来报名，教会有准备便当。第5点 ，RPG 的复兴的祈祷小组要招生，要学习的兄弟请林牧师来报名。第6点，请各团契伫10月底进前，完成团契的干部的改选。第7点，10到12月份的迄新安公的读经本已经到啊，请兄弟一人摕1本转去读，每工单独会主。佫周报的内面留有迄新安公的迄经文的金句迄张，欢迎兄弟来使用。第8点，圣经的即个填充题的范围是约翰善书、犹大书，佫启示录1章。遮我佫爱补充1点，第9点伫10月12号到14号请大家为着少年团契来，因要去家己的有活动3天2暝，请大家为代祷求上帝来保守因这3天2暝出入拢平安。这是补充这点的因为无伫咧周报内面。然后本周的迄寿星是10月14号是李国和弟兄，10月15号是曾牧师，佫李伯龙弟兄跟王桂珍姐妹，敢有在现场请因起来，拢无伫，阮伫遮祝因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后面迄奉献的迄部分，若是有啥物问题，请甲迄教会会计来反映。此时要来请林牧师带阮来代祷，请会众起立。咱这是3家来祈祷兄弟姊妹，大家请起立，3家来同心来祈祷。
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赏赐互阮有这个官兵来到伫主的面前，会当伫遮来祈祷。主，阮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将阮所需要、所欠缺的一切，拢伫遮来交托伫主的手中，互阮通过祈祷，阮会当更较明白主的心意，互阮会当拿来拿亲像主，有主的这个喜乐伫阮的中间，互阮所行所做大样代志，拢会当凡事行通，拢会当荣耀见证主你的圣尊名。但阮为了教会阮的教会主题来找回这个失落的羊群，起造家庭的祭坛，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做这个教会真做有听有毋忘的这个记号。阮的教会来推动 RPG 的经文的祈祷，也拢求主伫遮来看顾来带领兄弟姊妹伫信仰拿家天，拿认捌主伫真理就会到有骄傲。主，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阮的中职同工服侍者，以及阮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家庭，拢求主施恩赐福，求主大大来祝福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家庭，出入平安，入也平安，互因伫财务各方面无有欠缺，互因有够也的疼心，会当用主力所享受互因的恩典，伫遮来服侍众人，来伫遮真侪主耶稣的脚，主耶稣的手，来为主来做逐样美好的事工，互即个疼会当世世代代传落伫阮传落伫来落去。主，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适婚青年人求主为因来陪伴适当的即个对象，阮也为了台湾的社会即马目前咧即个选举也求主伫遮来帮赞，求主来为阮来陪伴即个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三角同行的这个政治领袖，互因有真正的疼心，嘛有真理，伫遮来疼惜台湾的百姓，台湾的百姓会当伫遮迄个家家户户拢安居乐业。主，阮满心感谢。主，阮也为着出国的兄弟姊妹有洪怡伫咧英国，罗文、一凡、子婷、依山伫咧澳洲。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这个依山伫咧9月4号已经平安生着一个真古锥的查某囡仔。主啊，阮伫遮欢喜伫遮来祝福因在南兄甲邱兄姐嘛去到伫澳洲伫迄个所在来甲这宝贝查某囝做回来，也求主伫遮来大大施恩，甲因三角地地也搁有伫美国的彩云、国强、伟丽搁有伫至于重骑专家文坛搁有义清搁洪玉，就是巴长老的囝婿，因拢伫咧即个中国的所在，孟如伫咧法国，细玲兄专家伫咧南非伊是初期者的第2后生。主，愿恳求你看顾带领，互因伫迄个所在出入拢有平安，伫迄个所在会当找到一个适合因的教会，伫遮来得到牧养，得到雅看。主，愿满心感谢，阮也为了兄弟姊妹身躯软只软弱病痛的来祈祷。有翠兰姐，有即个静怡第2后生青红，搁有圣山兄蔡红姐数局姐也搁有美玲技术的老爸洪科老先生，愿秀丽姐身躯的福建也求主看顾，感谢主。今仔日阮看到一个秀丽姐伫阮的中间，求主施恩帮助，互伊紧紧伫遮来恢复。阮也为着注射疫苗伫遮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也为着确诊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来保守，拢总有平安。阮也为着这个世界和平，求主伫遮来看顾带领，祝福阮伫主你的面前，每一个人拢会当靠主来喜乐。阮要常常也去祈祷的手，常常感恩，常常学乐阮的主上帝，互阮的一生拢活伫主的疼甲恩典当中。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上言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我
听的兄弟姊妹啊，我愿你万事拢会行通永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伊个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必回。